단지 정말 감상하러 했다는 근데니 심진여단이 차동 쇼위 우치지마 다가 상무 장직 살바니 니스통 니르니 루다통 시스템 소치기는 리프레시 잼비 나바수 잡주당 테크셔로 나바수 정말 감상 나무소인 ndani 심진여다가 lama dawa zangmu lazin ni manjang war chalam susuni tongjin bi namba chu japchur tang tak no la sim tang ni tiji chi shain dai de了。大家好，我是导演万马彩蛋，在这里祝贺香格里拉青年歌手达瓦桑木两首新歌在2022年除夕之夜全网发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关注。大家好，我是歌手德基老爷香格里拉青年歌手达瓦桑姆的两首单曲将于2022年的除夕之夜全网发布，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支持。Hello， 大家好，我是藏族歌手南卡措，在这里衷心的祝贺香格里拉青年歌手达瓦桑姆的两首新单曲将在2022年除夕之夜即将发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扎西迪里。大家好，我是刘东涵，在此热烈祝贺香格里拉青年歌手达瓦桑木的两首新歌曲将于2022年除夕全网发布，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与关注。在此祝愿各位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吉祥如意。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赤王桑珠。首先在这里衷心的祝贺我的好学生达瓦桑姆的两首新单曲，那是回家的节奏和光，即将隆重的推出，祝贺加油！同时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这两首歌曲，这两首歌曲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两首作品，也对于歌手来说是施展自己优势和特点的一个好作品，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这两首歌曲有更多的人去喜欢你的音乐，也希望你在今后的音乐道路上能够唱出更多更好听的音乐作品分享给大家。扎西德勒。Hello， 大家好，我是藏族演员卓杰泽仁，在这里祝贺青年歌手卓瓦桑姆的两首新歌将在2022年除夕之夜全网发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扎西德勒。